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请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我要招你听100年前的念歌四句联。迄个时代无录音机，无录影机，毋过文学家偌好，一字一字甲记载7000几字。所以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字都无甲你添，一字都无甲你减。咱继续来甲听，就是台南府城孔道台这个大官，调伊身躯边的巫师周医生来参与，竟然讲要共加税金，会出代志呢。刷落去，咱继续来讲，府城5条街啊，回来回去无卫生，突然霸气2-3日。总理大脑有主意，戆着正百姓，闹动3交行赵庆礼，赵庆礼的头家听一件，就问百姓闹猜，那我这3交行啥代志？总理老大说因伊讲我3交行头家得财机，就分周医生这个臭小弟孔道台做官贪财力，两人商量一价值，要来剥削百姓钱。头家听见气冲天，就骂周医生无道理。恁担两人受了一价值，剥削百姓人的钱，好将这周医生活掠来拍半死，有事3交行替恁来担底。有代志我要担底啦。交行有人讲行交卖布的有布交，咱知影伫清朝时代，交行行交就是农业工会。当然做生意的人讲话较大声，讲叫百姓讲，竟然周医生出这个主意，掠来拍死。敢有影？搁来4句联，咱继续来甲听。讲正百姓听得极歹屁，裤骹冷哩哩，长底刀叉2-3支，头鬃犁夹硬紧行，行到大西门妈祖楼来为止。周医生唔知机，篱笆门开甲哩，正百姓回坐跳入去，周医生注定袂该死，家老在百姓唔捌伊，互伊道心理，倒去方真元安心记。百姓上厝顶拆厝遐，落下骹交银钱。摕点汤拆门扇，初家伙又家伙，抢了就完毕。因某洗桶洗清气，刷提去，周医生抬无着，百姓气甲摇头甲半虚。有影？百姓即马当咧赢，讲要甲咱剥削，要甲咱加税金，这破做心有一寡丝。你讲清朝帝万生起义，这正毋是国真甲你加油加醋，是较早迄毋捌字的念歌的歌星有在着编这个歌句，所以我甲你拜托，歌要继续讲，故事要继续讲，解文说你逐工甲我对好调，看好正。